后来继续来看这个中国统战台湾，这个步数真多。来看台中高分院掠到7个退役的军官，其中一个陆军退伍的屈凤仪，成立了复康联名党，长期甲中国收钱，做中国的内应。因规划渗透台湾3大计划，要来扰乱台湾。国防部长顾立雄讲，军人退伍了后，也是爱对国家来忠诚。也卖口唱歌，穿黑西装一个，就是复康联兵党主席屈凤仪。台中各分业政界将伊提起公诉，因为伊收中国的资金，伫台湾发展武装组织，搅乱台湾。屈凤仪军中退役后，长期伫中国做生理。自2019年熟悉中国机构，深圳市新四军研究会担任首长的张昌国等人，进张昌国做阿姐，制定渗透台湾行动3部曲。首先伫台湾发展复康组织，成立政党，搁来介入参选，透过民意代表的公道出声渗透。上重要的部分是建立内用的武装力量，以自杀做目标的武装组织。疫情后，受张昌国超过1000万的新台票，运作交代组织，而且各方列出已经锁定地点，包括着阿里山雷达站、嘉乐等的海沙堡、屏东行止堡、三军联训基地保利营区，是大军事的重要驻点。加上美国在台协会 AIT 所集投资，技术防列做攻击的目标。台中高分检进行以违反国安法声压屈凤仪核准。而且将包括伊在内的7个人提起公诉。就这个部分，我的理解是我们没有现役军人涉案，但是就国防部立场啊，我们还是要对这些被吸收的退役军人要予以严厉的谴责。屈凤仪无申请犯案，或者武装组织姓朱的查甫人，申请联络关于做暗击工课的同学，甲传送地图的相片，也阁无申请缓刑。该说讲只是应付尔，其他人也拢无申请做中国的三卡。严格应该有法度自证清白，这个需要司法的判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